内政部国土署去年投入48亿，要来提升行人安全。明仔载就要开学咯，有民间团体是投入6都19间学校来检视学校4科位的安全咯。结果全部拢无及格，分数是个真低。民间团体是呼吁国土署应该严格来监督计划效果。不间断，步行空间不间断，加强照明与能见度。 拜二就要开学啊！民间团体大声发出诉求，希望确保学生的交通安全。因为国土署有投入48亿的经费，要改善校园4科位的交通安全。不过民间团体抽查6都内底19间学校，发现平均分数无够60分。 我们针对所谓的看得见以及我们的来得及的部分去做环境上面的一个检视，及格分数是60分，但是我们这次检核的结果呢是33.79分，所以可见呢这些学校在虽然已经通过改善了，但是改善完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民间团体表示，其中分数上低的前3名分别是台南立新国校16分、台中瑞穗国校20分、新北中庆国校22分。民间团体指出，这些学校拢有几个相同的所在，包括电手挡着视线、行路空间无连线，加上暗时的路灯无够光。校园周围的人行道与骑楼虽然经过整修过后，但是呢，路面仍有破损，并且存在了许多突出物，像是电箱和植栽，这些都影响了学生的行走安全。 根据道路安全白带，伫咧民国113年的调查，台湾有1233个儿童发生行人交通事故。民间团体希望国土署既然补助48亿的经费，就要提出成果，重视校园交通安全。针对民间团体的批评，国土署也未做出回应。记者戴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